请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苗栗的头份有一桩稳重伫工业区的砖头，叫做罗德南。去到这个所在，你会感觉到这个时光袂输是停伫的半世纪进前。喺整个社区保留大约50间传统的闽南式的三合院。其实这款特殊风景的背后，是城市经济发展下所造成的美丽错误。1960年代，罗德南方为做是工业区，所以罕见。因为安尼，意外来保存着三合院的聚落，但是有不少的老厝年久失修，慢慢来败坏。当地居民看到家园就安尼趴荒，真不忍心，所以来发起着修复抢救的行动，而且进一步用艺术创作来重点社区，发展人文的特色。经过几啊档的努力。即卖每一年，伫个元宵节举办的好彩头的艺术节，拢吸引到真侪民众来参加。乡亲啊，咱就做伙来看这个100年的聚落罗德南的蜕变。我们做蜡笔小新米好不好？粗粗的那种。我们是要保存这个地方原本的样貌，让大家来了去感受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然后想要让大家看这里美好的事物。我希望是达到一个共好，大家一个互助的概念，这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越来越活化，大家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。红色高仔灯挂伫天顶，无同款的花灯挂伫老家，人伫巷仔内来来去去，感受淳朴的时间。对日头落山，庄仔内开始倒一拍一拍的菜头灯，准备要来迎接暗时的水。好，我们的神教绕境队伍准备出发了，以及紧接着呢，后方的萝卜灯罩是由竹南高中的同学来抬走。这个拢是锣鼓声，庙埕嘛有真侪人。这是苗栗头份有300多年历史的闽南聚落罗德南，人提鼓仔灯彩家祈福，变做在地每年元宵节的传统。手中的菜头鼓仔灯拢是 DIY 亲手打造。你要做眉毛是吗？哦，好，那悄悄的好不好？发挥小孩子的想象力。对，悄悄的哈。那要挖开来吗？像这样吗？那我们做蜡笔小新米好不好？粗粗的那种。手牵手，把菜头围空做出造型的花灯。罗德南好彩头艺术节用现开启农村的传统和热烈的气氛，每年拢请真侪游客来体验。萝卜这种在外面也做不到啊。对啊，而且他们还蛮喜欢的。你用萝卜做灯笼啊？对。这学校应该也没有吧？没有。那你今天做的是什么样的形状的？这样做啊。除了平常可以来这边休闲，还有一些陶艺的地方，然后做一些文化的气息跟一些传统的保留这样子，其实慢慢让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又再保存下来。我觉得这是这2、3年变化比较大的地方，就是多了一些人文的气息，增加了不少。骑萝卜灯绕着整个村庄祈福，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取之于在地、用之于在地而爱物惜物的一个传统农村社会的一种精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就开始做装置艺术开始做引进一些表演艺术，带给大家。艺术是一个可以亲近的，你随时都可以跟艺术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感受。罗德南好彩头艺术节行向第8年，累计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2万。这么多年来参加的艺术家有真侪无同的领域。今年邀请到国际级雕塑家李光儒展出牛年的作品。李光裕先生呢，他其实是台湾少数的可以到威尼斯去展示他作品的一个艺术家。那他的声誉呢，可以说是国际上都非常的知晓，不只是我们自己把所谓的公共艺术装置艺术往上提升了，其实也代表了当我们越在地的时候，其实就越国际，所以也代表了我们其实开始在跟国际对话，这我觉得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亮点。红砖仔厝是罗德南的特色，
唔但充满历史，而且有机灵生活基地。青年艺术家和庄仔来高龄的时代，透过在地路连共创活动，推出一体创作，让民众伫巷仔内嘛会使找到艺术的宝藏。把照片就是切成不同的小格子，图案我一定是先有构图，然后爷爷奶奶的工作他们是负责上色，然后我这一块一块的拼图会慢慢变完整，很像社区这个居民这一份子，就是大家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共同的，就是它不是说一个人一枝独秀。现在的社区大部分都偏高龄化，所以他们更需要去被重视、被陪伴、被看见。其实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做，我觉得他们反而会很开心，就我觉得他们会蛮期待的啦。然后他们脸上就多出一些不一样的笑容。大概在1960年的时候，我们村庄整个都是三合院将囡仔时代记忆和收撮经历和游客分享。连公清是在地罗德南囡仔，1968年罗德南专政防卫伫工业区内，土地有限和产权问题，所以保留大约50座传统万兰式三合院。经过多年风雨，老厝旧年失修，唔甘出来爬荒，连公清决定以高级修建的原则来重修祖厝。这个6片的砖雕，我花了3年的时间，我花了台币3000万。临界祖厝用2年半修建完工，用砖雕的工艺彰显早年农村生活的风貌，成做罗德南无价的文化资产。对自己老家的一个历史，它的一个保存，还有那种怀念，让人非常的感动。而且在这个市围四周都是，这石化工业这么污染的工业，可是它能够坚持，能够维护家乡的那个心意啊，我觉得启发了我。我没想到，真的可以在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可以改变这个环境的，这超过我的想象的。罗德南我甲拢真有特色，古早的三合院聚落，互人敢若行转去405年代。2006年，在地居民成立苗栗县传统聚落文化协会，发起抢救老厝的行动，因以传统工法修建老厝，一个众人的力量，找到原本家乡的文化内涵，和社区重生。以前这种材料也蛮容易就拿得到。对啊，所以以前的话，早期人类的话，他们在盖房子的话，就是以当地就地取材嘛。那像这土的话，就是到田里去挖，然后挖那个有粘性的土。用铁甲嘅按摩土保庇技术强美集团，是老厝修复的重要工法，即马嘛变做社区当中热门的体验活动。罗德南伫真侪传统文化当中找找新的价值。三合院逐渐的翻新当中，像是这一间，现在是一家咖啡店，而庭院里的一大片雨伞，就是当地幼儿园学生和艺术家共创的作品。有地方的囡仔透过家作，祈福牛年会使世界和平、健康、快乐，和高色高芳的红砖啊三合院更加有深具高用的创意。整理出来有咖啡香，几啊套的作品更加有怀念过去的感觉。在大陆前后加起来应该也快10年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。总觉得还是到自己的家乡是感觉最棒的。对，当初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继续留在大陆？大陆可以赚很多钱，发展很好。那我就会反过来问他们：那你的家乡不好，我们家乡不好吗？所以我觉得说，那既然有人在做这么一件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加入来一起让这个地方社区有更不一样的发展？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搭配红外线温度计去测量一下它现在的豆表温度。就桃果炒咖啡，在我的认知来说的话。它在风味上的话，会比机器烘焙来的更丰富一点。34岁保必成是头份人，介罗德南的特殊风景。2018年，登去苗栗开咖啡店。其实罗德南捌因为长期的工业污染，农村渐渐啊稀微，少年人拢搬出去。经过10几年的规划，才打造出罗德南超越时空的水。我的理念，我希望是达到一个共好的概念。就比如说我卖咖啡，我卖瓷器，但是我不一定要自己做任何的东西。如果这社区有其他的资源的话，我更愿意你好我也好的概念，就是我也可以去分享你的东西在我的店里，对大家一个互助的概念。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这个社区越来越活化，大家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。我们是要保存这个地方原本的样貌。
让大家来了去感受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去感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环境氛围。即便我们在工业区里面，可是我们还是生活得很好，然后想要让大家看这里美好的事物。40岁柯淑环自细汉伫罗德南大汉，4年外进前回去家乡家己协会，和真侪少年一辈文创工作者投入社区改造。2018年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小组，嘛捌走访当咧改造的罗德南，记录这几年的改变。我当初一开始最早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，然后只有一些工作伙伴是比较年轻人，但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也都不是在地的人。然后后来慢慢做到现在，又有其他的年轻人一起回来。那其他的年轻人一起回来，基本上有在地的，然后也有是不是住在芦竹里的，可是他也算是投份在地的人，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希望的。大家看到这根红白烟囱没有？它叫做头份105啊！哦，台北有个101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叫它头份105？因为它的高度105公尺啊！红白色的烟筒，一天24点钟弄来庆白烟，到达工业区右岸伴随罗德南的日常。不过在地居民行出家己的路，自社区导览到各种体验活动。自过去稀微的农村变作亲子共游的人气聚落，社区创业店家自原本干那1间增加做5间。罗德南唔但保留厝的基地，搁自传统文化当中发展出属于在地的创新特色。这边的手捏陶的体验的话，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我们芦竹南的陶，因为我们最早这个六合窑这边它原来是一个铸铜的工厂，那其实过去在翻铜、铜像，他们都是有点像这种古铜色的形式。32岁陈杰伟高中毕业了，就去台北读册做工课。3年外进前，回去家乡打拼，结合爸母的老好友，创立家己的工作室，运用雕刻、3D 影印、有木工等等的工艺，做出客制化的商品。慢慢把一些那个建筑啊、三合院都把它整修出来嘛，但是它都是比较属于硬体的方面。就是回来之后就发现说，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，应该是要更有新血进来，就是有人的这一块。以前比较单调，尤其阮这是重工业区，空气歹，人啊无可能为遮啦。啊，你看迄游客络绎不绝，拢看网络一直行。你有假日的人潮啊！我叫我老爹都坐叫我趣味的，哎呀，较袂无聊。百年柑仔店重现营景，老家嘛开二手册店，希望让更较侪民众感受册香。更较特别的是，这个空间是出自无收钱所做的老厝改造。以前都是我们自己一直要去跟人家讲说啊，你这个房子没有做用，很可惜啊，那我们帮你整理。然后那个房子是屋主直接来跟我们讲说，我有一间老房子，那你们要不要用？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信任我们，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的。像这个我就觉得是给我们最正面跟最直接的肯定。分享这次活动，我都 hashtag 说，就是投份的子弟终于为投份做了点什么。回来之后，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在就是推广，对，然后让苗栗被更多人看到。我去看了很多相关。在地囡仔结合社区共识和力量，决心改变家乡命运。冷冰冰工业区当中出现的百年聚落罗德南，自301老厝修复，发展出人文特色，一步一步打造有温度的特殊风貌。这部分世代对乡土的热情，嘛会继续创作更较侪新的故事。